哦，改善足多，改善足多。我讲，阮遮会饮水，即马水热市场甲黄市场，阮遮比青寮较袂饮水。哦，你看安尼会饮水变袂饮水，安尼有改善有无？哦，这就是咱水利局配合咱市长。来改善整个我们的改善的措施里面呢，包含的我们的一个金寮排水的改善哈，那包含的新家桥，因为过去它是一个瓶颈段，我们请了公路局来协助帮我们的新家桥做了一个2底抬升的一个改善工程，那避免这个水会溢淹到我们的社区。那另外呢，在我们现在的芦竹潭中排的部分，好，我们也投入的一个经费，好，大概去改善这2条排水哈。那另外最重要的哈，包含在金寮社区的部分，我们有做了一些抽水站。那透过这个一些排水的分洪，还有我们的抽水站的设置，未来呢，我们金寮国小旁会再设置大概是0.5公顷左右的一个自洪池，大概自洪量大1万吨。我想很多排水设施的持续改善，我想会对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些大幅的一个积淹水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效果。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后壁区金寮排水周边聚落地势低洼，往往受到巴掌溪回水及瞬间暴雨的双重作用，造成积水灾情。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为提升治水成效，积极向水利署争取工程经费，透过新建分流渠道、增设抽水站、新建排水护岸等方式，多管齐下，全力改善。未来也将持续争取经费，治理金寮排水下游段，减轻周边洪患影响，让后壁区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今天特别来看那个金寮排水的这个工程，主要是服务新家、后壁区、新家地区跟青寮地区，这个排水哈。我记得08、23的大雨的时候，这边也都淹水。更不用提88风灾，那个时候淹的是一塌糊涂。那这些年来也陆陆续续投入了相当多的经费。以这个排水来讲，我们总共有14.8公里，那有投入将近3.4亿的工程啊。这个非常感谢中央水利署，感恩到上，感恩地方的配合款嘛，感谢咱议会哈，给咱通过哈。这个配合款，那阵没有通过垫付的话，这工程可能还延宕半年以上。所以说。这是救命钱哈！感谢议会的支持。那希望讲这个工程顺顺利利、平安顺遂哈，会当大大减少淹水的几率啊，对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你要看即马咱家人伫咧庄内，迄个地势都无共款啊，所以这个希望讲对于咱民众吼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会当得到更较大的保障。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你心中的老师是啥物？台南市教育局特别伫教师节制作一支我心中的好老师影片，直接访问小朋友心中的老师是啥物？我觉得老师像恐龙，我觉得老师像柯南，我觉得老师像牛。像柯南、像牛，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呈现老师伫学生心中的模样。这支影片伫台南市政府举办首映会，市长柯伟綽也特别出席，来感谢老师的辛苦付出。特别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台南市的所有的老师致上最高的谢意，祝福老师教师节快乐！大家看到这么多非常可爱又美丽又帅气的各位同学，就知道老师的心血都没有白费，而且是非常非常感谢的。那家长、学校还有市府教育局，事实上是成就孩子的学习成就的几股重要的力量。首映会现场，永康三村国小的学生用音乐演奏出对老师的感谢。教育局感谢台南市所有的老师，用教育成就每一位囡仔。祝老师教师节快乐！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裕捷航空飞台南甲越南乌济名市定期国际航班，每礼拜3天来往。
平均载客率将近7成，ยัง阁无到一档煞传出将为10月开始到明年3月。将取消100班次的航班。我们的营业额主要就靠这个国际航班。国际航班结束，你们就失业了。对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往台南那个越南去那个旅游嘛，旅游还有投资嘛。对呀。假如把我们台南这边取消，会造成我们民众很大的不方便啦。旅客感觉相当不方便，店家生意也受影响。议员林美燕接到消息，马上邀集相关单位进行反映加讨论，表达立场。从军用机场，然后成为我们国内机场，然后成为国际机场。如果你今天再把这个最后一条航线的非胡志明这个航线取消的时候，我们台南机场是不是又恢复原来的国内机场？的退路了，这样对台南地方来讲也是很大的伤害。我们6都样样似乎都比不上其他都，那好不容易有这个航空站，这个国际机场，对不对？到目前为止，它也是效能不彰。议员王家珍指出，市会将经向中央争取9000万，充实机场的相关设备，一定有能力处理国际航班的作业。立委陈以信也批评，地方推动国际观光也做啊无够，更向赖清德发话。赖清德，请你回来台南看看，请你回来看看你引以为傲的台南国际机场，现在要消失了，现在要不见了。你现在不是只是你在选总统，然后你就忘了台南。根据了解，停飞的原因是月节计划为10月开始实施冬季航班，台南起降的时间由下晡延后到暗时6点。也毋过因为人力调配问题，无法度达成共识，所以停飞5个月。一日之所需，百公司为备。同样的一条航线能飞的话，也是要很多各行各业等这个民航产业来共同来协助。目前市府业者甲越界代理商积极沟通维持航班的问题，地方甲中央民代也会全力争取，让这条国际航线会当继续经营。台南新闻小怀采访报道。为改善南科周边车流的现况，市府工务局研拟多条的改善计划路线，其中伫个溪北经过麻线大桥、善化乌厝寮到南科的部分，因为车流量大，伫立委过文争取中央列入生活圈。上午也是原因建署甲地方工务局顾问公司共同召开定线前的说明会，并听取地方的意见。定线进程其实呢上好的方式会当甲咱在地居民会当先交通一个意见，安尼上好啦莫讲路线定大家呢唔知影实在讲各有当地话搁来改时间就拖了上紧去，上久去啊。所以今仔日上大意义呢，是为整个呢路线定线进程这个说明会咱邀请市政府来做监督，嘛邀请中央的意见书来做说明。互咱大家知影讲未来这条路线安怎规划，要怎走会较好势。多年来，咱长久以来车辆走来咱乌厝寮这个困扰，会当做进一步做一个完善的解决。立委争取南121线溪埔中路拓宽，加新片道路衔接南科的乌桥中路的工程，总经费大约9.5亿，全长3248公尺，预计今年底定线。114年处理用地甲开工，117年中完成。南科开拆了这条是真重要的便道啦我讲的便道，我免去早比市府较清楚我哋咱透过溪埔中路经过咱用厝寮，早对乌桥中路去到咱来即马现主情况，这车流量的上下班是无够所以这设计甲这个我讲的可能我这边已经大家会全力来支持分配比例，咱一般中央这个部分是偏部分是有咱降低的担当咱从拢从8成从拢8成左右的解决。立委郭国文表示，因为拓宽甲新片道路工程的完工，比南科3期的扩建晚了2档，因此现场嘛建议，希望拓宽甲新片会用个同齐来进行。至于当地居民烦恼的道路真悬、排水的问题，立委嘛表示，
会搁再邀请水利等单位来会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2年国庆晚会10月8號下晡5點半，將佇淡市空軍基地舉行。晚會邀請當地嘅藝人用音樂舞蹈的台灣表演來為台灣慶祝生日。28號宣傳會中，嘛邀請2位饒舌歌手用嘻哈活力來熱烈開場，搭配空軍戰鬥的背景，向前咱堅強對抗敵人的勇壯。加上優美的無雙樂團用在地樂曲演奏來迎接貴賓，今日記者會場面就相當盛大。今年像是國慶晚會首次刷到淡市舉辦，籌備委員會主委游錫堃嘛特別到場，表達真放心將重要任務交予台南。雖然目前報名民眾已經超過15000名，不過嘛邀請民眾借機會攏來台南。但是我還是要呼籲有全國民眾，台南好吃、好玩、好看都在台南。加入有就對啦，你若要玩、要吃、要看，就愛來台南；若要看精彩，就愛來國慶晚會啊。今年就是因為在台南基地，所以說呈現出來了國軍的精實軍容、壯盛的軍容，包括各式各樣的戰機，還有直升機、戰鬥直升機等等，這些都是國軍戰力的表現，也讓不僅是台南市民，還有海外僑胞，還有各地的國人，還有各級長官都能夠留下深刻印象。那精彩的表演節目也是融合了許多台南在地的元素，以及一線的這些嘻哈歌手，能夠讓帶給與會的貴賓最大的視覺聲光享受。今年國慶的4白設計以國旗3原色為主，要呈現出國旗在空中，就是要勇敢堅強，守護咱民主自由的價值，團結國人，疼惜台灣這片土地，嘛邀請大家共同為台灣慶生。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豐年過節伫北區和順利活動中心，總是當看到政府甲民間協力，用中醫問診、用簡單的健康檢查以及修剪頭毛等服務，共同來關心家友的健康衛生。特別迎接中秋，也準備應景的月餅甲油仔，互因感受過節的氣氛。中秋節來臨呢，那我們社會局來跟很多我們的社福團體，包括武廟志工協會，還有過綜合醫院等等呢，一起為我們的街友呢來共度中秋佳節。那在這個中秋佳節呢，我們有付出了有月餅，還有義檢，還有呢醫院一起呢為我們遊民的健康來做檢查。市長委託嘛特別到場，除了感謝武廟志工協會、台灣地文化協會等所有熱心公益單位出錢出力，並且嘛安排家友代表對市長手中收下社會各界所贈送的紅包甲物資，表明溫馨。一年你可以看到端午節啦、中秋節啦、過年，還有3大節，很多都是展現。其實對我們弱勢民眾的關懷，那台南市是一個有溫度、溫暖的城市，但是也謝謝各位，那各個社福團體伸出援手，那大家街友才有一個比較
平安、快乐、这个幸福的日子。谢谢他们喽。会后市长嘛伊送红包予家友，希望因伫社会局的生活中建辅导以后，拢有机会回到社区当中就业、自力更生。同时，台湾母庙志工协会理事长今年开始嘛协助发起关键家友3节活动，希望发挥更较侪温暖的力量。台湾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有袂少民众拢有计划伫年假期间小酌去户外烘肉，但天甲的疫情当前，落实巡岛清刷的工作绝对袂当轻忽。市长委托28日除了慰问第一线防疫人员，感谢国军、市府人员甲志工的辛劳付出。年假期间防疫优先，防疫无假期，仍是安排区域防治作业，经到附近的幼儿园进行卫教宣导，并上上防蚊贴片。到清刷，大家一起来。连续假期，很多民众他也希望说，这个有一个快乐的中秋节。其实我们也是，跟在我背后的我们的国军弟兄也是，还有我们的第一线的防疫清消人员也是，大家都希望有个快乐的中秋节能够过。可是我们人要休息，蚊子不会休息，所以说，必要的这个化学防治还有滋生源清除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这个病例又创新高，所以说我们要特别的小心。那我们尽量做到对民众的过节的活动，影响最小的方式来做有效的清消。那因此呢，我们会把这个今天还有明天上午，尤其是明天上午大概11点以前就会完成所有的这个当日的清消，还有化学防治作业。那希望能够民众中午在拜拜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所谓他们比较不喜欢的味道发生。那请也拜托我们的民众，我们的好朋友能够把大家能够相忍为防疫。应该大家只要想想看，背后的国军弟兄在这么热的天气穿得全身密不透风，其实他们这个心里面是压力也很大，而且生理上的负担也是非常大。那希望说大家能够替他们多想想，给他们多鼓励，少点责备，那能够让大家都有好的中秋过。黄伟哲强调，自身源清除是天九日为有效预防方式，这项工作袂当只挖靠政府，必须要全民动起来。环保局长许仁哲表示，早至9月24号为止，环保局进行喷药1743场，喷药面积达到95.67公里，动员喷药能力超过11409人，同时开单告发1320件，希望市民随时拢有防范意识，落实知清，避免受罚。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面对天九的疫情，市府出动人力知清以及化学防治，同时也将防疫观念向下扎根。市长委托27日特别前往永康国小，向学生宣导天九的防治观念，经亲自上台主持有奖竞答。打学习过相关知识的囡仔，拢信心满满的抢答，扬名烈烈。防止登革热，要做好居家环境的4个东西。3、1、2、3。这场由市府教育局、友达语配以及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共同合办的环教科普活动，为永康国小的小朋友再来活泼趣味的天九日防治科普教育，希望学生会当将天九日防治观念带回去厝，甲厝内的人做伙动手改善居家环境，做伙为防疫尽一份心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警政署长黄明昭、智慧财产局长廖成威、AIT 经纪官乐美龙以及日本 CODA 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与台湾影视相关产业协会代表手持雷射枪，宣示携手打击盗版机上盒及非法影音串流的决心。
为遏止侵权歪风，警政署扩大溯源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统计近3年查缉非法侵权案件，共计9679件，11849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1354亿余元，其中查获非法影音串流案件19件，57人。在侦办这些造台案件，除了传统的一个侦查手法以外，当然要融入到科技领域的一个执法，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打击面。所以这个我们也指示刑事局针对这个打击制裁方面，要结合的科技人才，包括我们的电侦大队，还有保二的专责制裁大队，还有刑事局的各外勤大队里面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人才来投入才有办法面更广，而且更能领会到这个资通流犯罪的这个意涵来加以追查。那在警政署推动这项的一个工作，总共在近2年半期间达到的查获的件数将近1万件，违法的人也达到将近12000多人。那侵权的案的财损大概有1354亿之多。那其中最近所查获的几起的一个案例中，也不乏非法影音的一个串流这项的一个盗版那总共有19件，57人。在刑事局电侦大队及保二刑大查获的4件机上盒案件中，还破获国内首宗无实体机上盒，纯粹以 App 软体观看盗版影音的侵权形态，并首度查缉到新品牌盗版机上盒侵权案件。今年刚刚的案例介绍里面，也查到了4件的一个机上盒的一个这种案件其中雄爱影视 APP 就是手中查获到无实体的机上盒，纯粹是以 APP 来软体来观看这个盗版的影音的一个侵权形态。另外也今年也首度来查获到新盗版品牌小银机上盒侵权的案件。其实制裁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工作，有可能我会质疑说保二总队原来是一个制裁的一个打击部队，但是我们保二总队未来的规划方向是到刑事局组织编制到刑事局来，那当然更能结合刑事局的科技犯罪的打击面面会更广，而且队伍会更强。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查缉，从源头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同时呼吁民众不要使用非法机上盒观看未经合法授权的影视内容，并提醒民众慎防非法机上盒设备及 App 接上国内宽频网路，恐将沦为个人资安漏洞。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